前一個寶貝塊，現在的情況怎麼樣？放棄了，回去。他都不想等我退腰了，他就直接走。好可惜。其实，哎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在，就是很多性上他是，哎呦，他是比较重的，所以有些家长确實是很無能為力，就是也很想給他治，但是可能現在的醫學還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。我們作為這種旁觀人來說，還是覺得很可惜。我確實也沒有想到，是因為這個結果他走了。這個媽媽肯定也自己內心也非常的煎熬，就是治也治不了，她只能夠把她帶回家，讓她在她身邊待的時間更久一點。这就是一種很无力的事情吧。我當時出生的時候，我是那個臍帶繞頸，然後全身發紫，也是把我送進了保衛腔待了一段時間。所以我看到他們的時候，我也就是有種不一樣的感受。